爱吃盐嘅声音呢，会吃到较快乐。做得自家解决问题嘅声音呢，都有自信。也係伊嘅聲音呢，符合是經節目。也歸大家愛對總鋪出發，去到北台灣同南台灣挑戰。揭沙表、中浪、上山落海，喺競爭同合作當中，考驗大家嘅耐力、體力同智慧。來，聽聽人向下去各地探險。上一集，西拉族挑戰的沙劍同雷沙衝，也下係阿里山阿蘇伯第一。西馬族喺台南玉江的田埔沙區展現了做廚的功夫，做了你本沙區的老人家式。也下係阿姨同阿姨搶兩線，也都會繼續保持冇。今日西馬族愛喺台南玉江嘅田埔沙區繼續同阿伯公阿伯婆向下搞遊戲。開始以前愛重新搬組，大家派阿姨同阿女用做村長，由兩個村長將田來選村員。大家可能有發現到阿姨搶看到你冇乜嘅暢快，雖然佢經遠定想愛繼續比賽，唔過大家建議佢還係去陪醫生看呢。我會加油，我會加油的，我會贏的，拜拜。希望佢繼續恢復康健，繼續同大家向下來挑戰。黃翠出頭小姨嘅推演下來進行任務。是英雄，特粹愛完成5個任務，大個任務都會請到一位老人家向下來進行，完成一項得1分。我本來在家就，因為我家跟我外婆家、阿嬤家都住很近，所以都常常會跟老人家互動。你要用一個非常愉快、很熱情的一個心情去歡迎那些長者們跟我們一起加入這個節目玩遊戲。這個任務除咗愛溝通能力以外，還愛考驗大家的墨水，愛用嘅夾尋到合適嘅人。唔看阿伯公阿伯婆都到嘅頭蒙蒙嘅喲。因為黃翠成為伊個翠演，故所藍翠讓佢也得先出簽嘅。找到可在30秒內將乒乓球遊戲過關的長者。黃翠頭一個出道係盤乒乓嘅。預備開始。也愛地位優良，阿伯婆會順勢通過冇？媽媽加油！哎呀，東當數冇成功，也個再過去請配人來挑戰。一時節藍翠未處出頭一種任務。找到可以說出3個絲瓜產品的長者。呀，題實在當簡單，沙期嘅菜瓜產品都係阿伯公阿伯婆向下做嘅天朝都地，也個來請人啦。請問一下，這裡有沒有可以說出3種絲瓜名稱的一個絲瓜產品？絲瓜產品名稱。有那個化妝品的那個絲瓜露，還有絲瓜肉，還有那個用絲瓜肉做的那個斗笠。可以跟我玩一個遊戲嗎？可以。那我們先一起在外面。好，開始。好難，加水，我覺得第3個水不能太多。水太少。過來了，遊戲2次都通過嘅第一關，第2關又有乜嘅任務呢？今晡日嘅天氣凍好。今晡日嘅天氣好麼？凍好。好好。買菜買好嘛？買菜買好嘛？今晡日要去運動行行嘛？今晡日要去運動好好嘛？黃水當有耐心教阿伯婆講下，教下盤乒乓嘅輸體嘅阿伯婆總算同佢聊天得到1分。一時節藍水早就已經通過第2關嘅獎品任務。
谢谢。第三关的请图片任务，女生手上拿的是丝瓜。呀哈，当地嘅进行嘅係第四嘅任務哦。重来。就觉得这些老人看起来感觉就是速度慢，然后就是有点懒懒散散的，然后结果没想到他们有这么厉害。7次，最后一次喽，8次，成功！数学题。第蓝水顺序得到4分過後，黃水咪開始進局了。 7+7減4+4減3+3。你講較慢的我。因為也特別嘅阿爸公阿爸婆都搶糖嘅是學樂法，故所成日咪當實忙用學樂法講出題目。1+2+3。10減9。10減9節。無論係學法也係學樂法，都靠唔幫黃水。做肢體前彎。像做肢體前彎，我們會找比較年輕的，他可能會做比較好。好。然後手疊在一起。阿爸婆嘅筋骨還係應元素哦。總算2歲都來到第5嘅任務。花水全部嗎？吃下就好了。吃下就好了。所以不必全部。那用小块一点。不停切水果，然后把那些就是比较难咬，先把它切掉。然后我跟磊龙就是把籽那些拔掉，就是怕老人他们不小心吞下去。然后端出来之后，由我们来喂他们吃，他们都说很好吃。赞啊！ Vicky， 刷牙、睡觉、大笑。谢谢。任務全部結束，2歲都各得5分。阿爸公阿爸婆都當歡喜，聽聽澳洲嘅聲音呢，共下來教。希望大家平常時咪愛多同自家嘅阿公阿婆做伴，唔同家條做伴，家條就會更加有精神哦。 看到嘅阿姨牆基本上看進嚟嘅，同家屋企人聯絡過後，也爸爸媽媽愛佢自家結天。阿姨牆還係希望做得同大家共下完成任務，來同佢加油了。還記得上一集炸嘅菜瓜饃，剩下來嘅任務就係愛做菜瓜布。他們說要找硬的，然後不是嫩的，而且它要有一點點黃，就是上面不能有絨毛的。 我覺得這個可以。就是它這邊的花要把它就是要壓不下去，這樣就是可以做絲瓜絡。因為我還可以幫它修剪頭髮。達人有說過，花花就是8分熟，而且它也硬硬的，就是絲瓜絡的標準。 洗菜瓜布，洗菜瓜布冇其他方法，就係愛見洗，想辦法留菜瓜囊同地波嘅鹽都洗剔，經過能人審查就得1分。要做絲瓜絡的絲瓜，把它戳破。如果說你戳不破它，你也可以用腳把它踩破。 踩破以後，將皮剝起來，整個皮都剝完了。我們有4個桶子，就由第1道洗，洗完了，然後你覺得洗乾淨了以後，再第2道桶子來洗，然後第3道、第4道就完成了。要看你們洗的絲瓜絡有沒有很乾淨。洗菜瓜以前愛先撈皮裝剔，以長毛按改哦。我以為一打開就是絲瓜。也有種子哎。好了，哇，這麼快啊！
我们3个。没3个。没想到细啊细的菜瓜布的用的就天天的出来了，大家都吃到动神气。然后第一道它就会籽很多，然后我们洗掉之后以为第2道就会比较轻松，没想到第2道籽更多。你拿起来甩甩，看甩得动吗？你有没有力气的？好，对，它在甩的时候，你看它种子会跑出来，好，有没有？有哈。然后我们再搓揉它，里面还很多种子。味道爱老严重枪，大家爱用力fin。洗丝瓜让我全身都湿掉了。我觉得洗丝瓜肉这件事情最有趣，因为我们就在那边甩那个丝瓜肉，让它籽掉下来，我觉得很好玩。然后可是又把自己弄得一身湿。大家衣裳都洗了以后哦，前面一步就是爱洗澡。菜瓜布听说爱经过日头晒，才唔爱上菇，因为都是天然的东西，故所做的过程就听说爱含较生意，才看那边哦。今天小朋友都很棒哦，大家都通过了我们的丝瓜肉的体验，好棒啊！今晡日阿姨强虽然很多，不过翠妍同阿姨强其他家都帮上忙，大家保持平衡。前面一个合法考验没做的继续摸，接下来堂课啦，是爱发言正确就加1分。没想到菜瓜嘅用途按动。错啊，唔是做地做来师，系做地制作成情色用品。冇错，如果睇佢嘅技术，係做地做成比同老爹師很強哦。要嘅沙琪嘅老人家都很有潛力哦。錯啊，沒想到佢哋大傻都想法藝術呢。你們捱落嚟以後，沒有電視節目請捱這樣㗎。呀哈，什麼嘅吹嘅積分，阿姨以維持第1名，阿姨搶阿飛係第2。大家都所爭1、2分呢，後背嘅挑戰就很較嚴重了。好，一下老鏡頭揾到桃園福建強嘅西拉嘅吹，第2片蘇拿度，西拉嘅愛變到搶後嘅勇氣，愛到上嘅空來冒險。也係一類考驗體能的任務，大家看起來都按法跳，應該唔會有問題。好，先來分組，大家都當自己有33人4年來做吹總。要投首博的人請舉手。大家打評委結果，由阿蘇伯同阿元澤來做吹總，也就未選出上愛嘅吹員。好，開始比賽。山拿探索，比賽嘅項有11關，2歲吹員要用接力嘅方式來進行挑戰，較強完成的嘅吹得2分，男兒一吹得1分。等一下，我問一下，這個你 A 區行不行？A 區應該有 A 區應該是有對分到說，這個爬那個超多那個的。OK。A 區有 B 區有 B 區。啊 A B C B 區主要是在訓練平衡感的，所以呢我就是 B 區。我分配 C 區自己的話，是因為那個我覺得我拉繩子的速度比較快。就是好像有2關，就是要拉繩子，然後才能做一個載具到對岸。我溜下來比較快，不是溜下來，就是那個牆壁爬上來，用線的，對，然後踩。對啊，那你就是那個，所以你1，我就是2，我3 A B C， 沒有，它是 A B C， 沒有 A 才有那個啊牆壁啊。好，那你 B， 我 A， 你 C， 你 A 就盡量快一點。對。網子的那一關我爬比較快，所以他們推派我。雖然 A 的第一個我可能有點慢，有一點點慢，但沒關係。我剛好練習過，實際上還可以。剪刀石頭布，你要先還是後？後。好，那紅色先哦。好，那就開始吧。準備好嗎？風吹開始，加油啦 ！Go go go！你要加油啊！你可以的。
嘅關卡難度無相樣，有嘅愛平衡感，有嘅愛會揭會爬，有嘅愛有爆發力。接力嘅順序都係測驗自家嘅天，愛了解上副嘅優缺點，愛曉得留測驗並到合適嘅機關才會贏。我们有在上面观察他们，就是佑君在跑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也蛮快的，所以我们也是比较担心。它拉绳子其实也蛮快的啦，然后它中间那个轮胎，然后那个螃蟹走的那个也是很快，所以我们就是会比较担心这一点。你先的，冲啊！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好了，到了！风吹全部完成了，總共花係3分29秒。接下來換藍吹出發。第一關考驗平衡力，他那個平衡力我平衡力很差，雖然隊友說我速度有增加，可是我還是覺得我自己就是沒有很快。好的，海倫加油，快點！好快，可以，你蠻快的，你蠻快的。山拿探索就係訓練身體嘅協調能力，要演繹比賽愛算時間，並且愛動腳做出判斷。愛先檢出那技巧，用嚟將鐵力上去，也就訓練底下係會挑戰都會用得到哦。好快哦！現在大家運動都很強，所以就是會顯得比較弱一點。小姐，快！我等着加油！好，洞穴。你的速度很快，配合默契好，不会去怪说你动作很慢，都是在鼓励对方，然后一直加油，然后都互相想着要为对方而努力。对，加油！加油！加油，立成！立成，加油！走！这个超好玩的，一下就咻就冲过去了，因为它有重力，然后所以它飞过去很快。立成可以哦！立成加油！不要回头看，只管往前冲。对，往前冲就好了。快点！你可以的，你拉很快。OK， 拿到。可以，快点！到了。藍吹咩完成呢？結果花係3分12秒，恭喜藍吹得2分，風吹得1分。前面嘅任務係合法考驗，一般愛考湯同講。合法傳花，將先生講嘅話傳本下意嘅。前面嘅啥聽錯愛講出錯嘅記憶，行個翻譯出來，按錯就得1分。愛殺種目標正經動難。
大嘴都有一三年唔可以讲咩，唔可以谈客，也得为顺势牢记嘅传下希望呢。龟山重生青豆奶，唔错。爱沙中目标真行动难，沙尖爱目中树都行都将为成功。沙都你怎么念？沙跟木中行都马公。沙都会行动，沙都会行动好了。马跟奶公，对奶公。沙都会行动，马对奶公。我也不知道说了。沙都会行动，奶头。我也不知道他几年的。好，我下去念，随便念。沙尖爱目都树都行都将会成功。一开始的时候觉得难，现在还好了一点，就是会一点点，会一点点。就是我发现客语有一个点比闽南语好背，就是它跟普通的意思都很像，它每一个词跟翻成国语的念法都很像。再过来看那风吹嘅表现。我最喜欢的节目係澳洲48點鐘。我最喜欢的节目是澳洲48点钟。你给我的哪一种啊？我最喜欢的节目的48点钟。係澳洲48点钟。我最好嘅节目係澳洲78點鐘。錯，恭喜風吹陳花正確得到1分。唐生留學係學語言嘅頭一步，雖然一開始可能冇辦法講得當正確，不過是愛很聽很講，就聽錯學嘅曉哦。細拉嘅吹嘅比賽結束，阿立成同阿蘇伯行係兩線，阿雲澤同阿玉娟搶手爭1分係第2名，阿凱成同阿美秀為有突破無呢。下20細拉嘅吹愛來進行一項食香味都有嘅任務，韓國細妹嘅吹愛接受極限挑戰，愛繼續聽你向下來去教哦。很少做這種遊戲我們有去上課都不是做這種遊戲。我覺得哈，那個學生跟我們這個跟他們長輩這樣一起互動的，你覺得很有趣啊？好玩啊，跟孩子們互動一下。呢個 M 唔錯，也說我愛做我。